清朝最頂級嘅翡翠朝珠，點解時到而家咧見唔到一條完整嘅？先講一個冷知識，唔係咩官都可以佩戴朝珠。咁啊，《大清會典》裏邊就講到啦，官5品，武官4品以上先有資格戴，而且朝珠咧係要自己攞錢嚟買嘅，亦即係喺清朝嘅幾億人裏邊，能夠戴朝珠嘅本來就唔多，可以講係鳳毛麟角。所以真正稱得上頂級嘅，成條都係翡翠嘅朝珠，喺而家世界上就得嗰2條，有一盤喺南京，有一盤就喺台北啦。南京博物館嘅呢一盤係1970年從蘇州碧園墓裏邊挖出嚟，108粒珠珠，青翠欲滴，嗰種光澤同埋好似玻璃咁樣嘅透亮，仲搭配4粒粉紅色嘅碧璽佛頭。唯一嘅遺憾咧就係埋喺地底下太耐啦，好多嘅配珠咧已經係有缺陷，唔可以算係完整嘅製式。台北故宮嘅呢一盤就犀利啦，純正嘅清宮傳世舊藏，佛頭咧係紅珊瑚做嘅，背雲嘴角紀念一應俱全，完美咁還原咗清代皇室朝珠最原始嘅一面。你可能會問，都係頂級嘅朝珠，點解佢嘅配色差咁多？呢裏頭又藏住咩嘅頂級規矩呢？南博朝珠嘅主人係碧園，乾隆朝嘅狀元，官至湖廣總督，實打實嘅封疆大臣，正二品。按當時嘅規制咧，漢臣外觀嘅朝珠主流搭配係碧璽佛頭，而珊瑚佛頭嘅更多見於皇室宗親或者佢嘅後代使用。你可能唔知道，今日我哋咁痴迷翡翠，就係同呢個北園咧有關。紀曉嵐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裏邊就有記載，佢細時咧翡翠咧仲冇咩人知嘅，但後來咧先慢慢出名，慢慢貴重起身。就係北園咧率先用咗上等嘅翠玉做咗朝珠先嘅。當佢上朝帶住佢，咁京城嘅權貴又跟住帶上佢，翡翠咧先一步一步咁樣呢時超越咗當時嘅和田玉。咁又有人問啦，朝珠點解係108粒？呢裏頭嘅講究都幾能夠打動人嘅。108粒嘅朝珠對應12個月、24個節氣、72物候，三者相加，啱好係108，囊括咗一整年嘅萬物更替。同時佛家亦有講，人有108種煩惱，念一粒消一份。4粒佛頭代表住春夏秋冬，3寸紀念30粒，對應上中下旬。背後嘅背雲呢，佢寓意住一年復始，周而復始。仲有意思嘅一點咧，係清朝嘅人咧戴朝珠咧係左二右一嘅。女子佩戴就啱好相反，男女之分一絲一毫咧都唔可以駕馭。我講到呢度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有啲觸動。古人就係將一年嘅日子、一生嘅觸動都穿喺一條珠串上。聽到呢度，可能就有人心喐啦。咁市場上嗰啲10幾幾十萬嘅嗰啲清朝老翡翠，可唔可以入手呢？我嘅睇法係，真正完整堅嘅老朝珠呢，都喺我哋嘅博物館裏邊啦。民間嗰種幾萬、10幾萬，不論呢個賣家講到幾咁情真意切，你都要提醒自己3分清醒。點樣辨別？我講過2個外行人都可以睇得明嘅參考。第一個呢，我哋要睇每一粒珠嘅嗰個窿。古法手工打嘅老朝珠，佢個窿呢都係兩邊大，中間細嘅。內壁呢可以睇到細微嘅手工痕跡。而家手工打嘅，佢嘅徑嘅直徑都係一模一樣，或者係好死板嘅。第二就係睇配件啦。正宗嘅清代朝珠呢，佛頭、塔帽、背雲、紀念、墜角5大配件咧，缺一不可。原裝配飾咧，只用天然嘅碧璽、紅珊瑚或者係青金石。凡係配角殘缺或者用廉價嘅合成材料代替嘅，你都要打醒12分精神。當然呢2個只係好表面嘅方法。如果你真係睇中一支老珠，一定要揾懂行嘅人咧，睇完再睇。雖然我哋戴唔上呢啲咁矜貴嘅朝珠，但係我哋可以將嗰種對每日嘅期盼穿成一串咧最貼身嘅珠串，用心去揀一件我哋每日都戴得起嘅品質翡翠。如果你都中意翡翠文化，不妨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